来看桃园消息，昨下晡，警方伫桃园市区捉歹人，用警棍强力的压制，这个画面公开了，引起真侪人伫讨论。当时保安警察大队伫罗德区发现一台白色轿车，真可疑，要甲炸落来。验过这个驾驶呢，拒绝拿炸，油门站落就继续要走，然后违规弄伤两个骑倒摆人，搁弄警察车要逃走，最后呢，连弄两台轿车才停落来。验过这警察呢，这个伫追捕的过程中，这个歹徒并无放弃抵抗，警方是真无简单，才将这个4个嫌犯压制在地，并且伫车顶敲着改作为底层庆字甲K他命。车路边有两位查甫人，互员警压伫涂骹，不过边仔白色轿车继续驶，嫌伊开启人行道，想要逃走。在开。另外，两位员警用全力把嫌犯对车顶拖落来，就算伫车内，嘛会当听到员警咧话的声音。嫌犯阁想要抵抗，警方用警棍压制。好痛哦，直接打到头。用真大功夫，4个人才放弃抵抗，冒头拍伫涂骹，乖乖就范，互员警铐起来拖去路边。29号下晡，保安大队员警伫桃园正公路发现这台白色轿车真可疑，要求伊停车拦查，想袂到。驾驶大油门对头前驶的员警随明德对伫后壁，嫌犯一路凊彩变换车道，搁弄红灯，上尾也驶过造化线，直接洗头。马库启动警车车头，互看到的起司错一条。员警一路约到罗德区，一直到南德路和中正北路口，轿车弄到路边的2台车才停落来。稽查果然伫车顶敲到改造手枪和毒品。于车内起获改造手枪1把。子弹6颗，毒品5.42公克。除了有武器，还有毒品，不过嫌犯拒检冲浪，遭互警察约。员警用警棍来压制，安尼讲有执法过当。司法看起来是很有魄力，他只能把他强制的压制，不能动手打人。开车撞他人，那你不强势一点怎么可以？搞不好对方有一把枪，然后你下车你过去，他就蹦，然后你就死掉了。所以我不觉得是过当，我反而觉得甚至可能可以再更激烈一点。对警察的做法敢有妥当，民众的看法嘛拢无同。面对有枪的歹徒，警方用强硬手段，嘛继续追查枪支和毒品的来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